西九龍總區重案組、油麻地警民關係組、機場特警、科技罪案組、油尖反黑組、西九龍交通天運、MB 行動組。不必裝蠢，做女人不應甘心去作霸盡，把握青春，齊踢走保守理論，定義實力，做到 A 級水準，不會靠知識嬌嬌滴滴，男士會睇低這角色，請拋開小姐的嬌態，決意抗拒把知識拍賣，告訴你女人永不輸敗。不修飾獻真的本性，不必虛驚，先生請冷靜，告訴你女人已起革命。Let's do it。西九龍重案組高級督察梁小柔、陳三元、WPC 5328組、韋英姿、西九龍掃黃組高級女督察簡潔，我是8389冰晴、WPC 66531、丁小嘉、假放調查科張景欣。灰色知識，讓我挑選今天真我的本色，不需公式，人自有本身真我意識，請拋開小姐的嬌態，決意抗拒把知識拍賣，告訴你女人永不輸敗。不修飾獻真的本性，不必虛驚，先生請冷靜，告訴你女人已起革命。Let's do it。查案專家葉可人、新樂奇總督察 PC 233姚妖，鑑證科陸安彤，高希璇、商業罪案調查科督察何昌儀、香港史上第一位女飛官蘇文強，奧秘趙丹青督察、WPC 16379蔡小棠、揸子貓3641文思， PC 12986、PC 66918徐小玲、西九龍重案組高級督察李善儀、WPC 69163方妙蘭、女警長38454女飛俠。新界南假道 Silver。小红书